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初4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3月初3，全台湾失电蔡英文甲苏贞昌拢有甲民众会试咧，而且强调3天内爱相关单位提出检讨报告，也会追究责任。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台湾，呼吁美国爱承认台湾是独立的国家。不过有媒体也讲，伊来台湾是要找找资金投资的。罗西亚拍乌克兰有攻击到占领，也有占领到全欧洲上界大核电厂。罗西亚军队行动引起全亚洲烦恼，惊者动核能战争。讲到昨3月初3，全台湾失电，主要原因是高雄兴德电厂人为操作出问题所造成的。总统蔡英文今仔日要罗南亲身去到电厂了解，伊2摆向全国民众会示咧，讲会伫咧上短时间内追究责任，也要求经济部伫3天内就来提出完整的报告。初3全台大失电，拢总有549万户受到影响。总统蔡英文隔天中昼来到兴德电厂视察，嘛向全国民众道歉。造成国人同胞的不便，我要表达歉意。特别是停电时间比较长的南部县市的乡亲，我更要表达歉意。这摆失电初步调查是台电人员过失，造成这么多县市失电。蔡总统认为非常不应该。我已经要求行政院在最短的时间彻底调查事故原因和疏失，采取必要的救责。我们今天来到我们停电起因地点兴达电厂，就是要实际的了解状况，务实面对问题。根据经济部初步调查，初3早起确实是电厂开关场人员的过失，加上防台措施无完全做好，想袂到刷落来5座超高压变电所跳脱，造成全台事故。值班主任并不是非常确定这个绝缘气体的回冲状况，以及没有足够踏实的做好一些 double check 的工作，就让电投入了。那投入了以后，就造成这个不应该发生的动作做到。兴德电厂初时运作完全正常，不过蔡总统要求经济部3天内提出完整的调查报告。另外，高雄市有186万户受影响，一直到初3暗时9点才完全恢复。市府嘛准备要协助厂商向台电要求赔偿。记者陈嘉文、廖伟做高雄报道。3月初3，全台湾双向失电，台电董事长总经理落台负责。经济部长王美花也已经向伊的董事来请罪了。在野党说是要求王美花就要事关退职。在立法院的议场内面，国民党团占领主席台，唔予行政院长苏贞昌上台报告。这个苏贞昌今仔日也来甲民众会示咧，强调会追究责任，袂暗何任何人。3月初3，全台大停电，行政院长苏贞昌到立法院报告，并且备询遭到在野党的阻挡，占领主席台。由王美花8伊小苏龟牌表示，今年未有供电的问题。国民党团提到，美龟牌的跳电龟牌来包围王美花。我们请部长来享用我们美花牌跳电机牌。全台湾无警示，熊熊停电，影响549万外户。台电董事长加总经理请时来负责。王美花是自请处分，引发在野党的不满，大声要求王美花落台表示负责。昨天停电确实非常不应该，我们诚挚的向因此而受到影响的全国同胞产业表示最诚挚的道歉。处分的层级应该要到什么样的程度？对于责任必追究，不会护短。院长，请我们在3天之内把这个事故的原因还有怎么改善提出报告。3天之后，关于责任的问题呢，会在院里面会再处理。行政院长苏贞昌强调，即阵未内阁改组，对着王美花自请处分到什么程度，也无做回应。近期内，内阁会被改组，内阁随时都会因应各种情况。我们如果有必要，我们随时都会进行必要的动作，但目前并没有说内阁要改组。我很以我这个团队一起为国家工作、为人民服务为荣。
外界关心未来是毋是会起电价，苏贞昌讲停电甲电价无关系，也我开始看出全国电网是脆弱的，未来应该来进行体检，查出这个真相。经济部也请台电成立单一窗口处理赔偿的相关问题。另外，立法院也要求苏贞昌在31进前，甲王美花以及台电对着咱国另外政策来进行专案的报告。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兴达电厂发生事故，造成昨全台网络失电。经济部伫昨也宣布讲，这工业家庭用户电钱会当拍95折，失电超过6点钟的另外个补偿。对律师认为讲，这店家会当根据着民法来甲台电要求赔偿，只是讲这拍官司的时间恐惊爱拖真长，甚至有在野党的立委就话讲，这电钱属对半做补偿才对。这杯车衫进会议会原本要切开分装，结果冷冻来出货，也我雄雄拄到停电，一时间也毋知要等偌久。店头只好规杯，甲放伫冷冻库，结果通知人客会较慢来出货。业者是真无奈，连2天赶紧来处理。突然锯到一半就没有办法锯下去，所以我们所有的那个余货就要赶快进冻库，然后因为在等复电，然后我们差不多10几个员工就是一直在外面等。另外，云林市地户也受灾害，受到车衫停电的影响，口湖有市地的业者保温设备停起来，市地人烦恼，若阁拄到无有经长时间来停电，损失是无法控制。我刚好我住在生产嘛，那小猪需要保温灯嘛，今天晚上天气又有点蛮冷的，那你没有保温灯，小猪会失温落晒，然后死掉，这样要找谁去赔啊？对着车衫这个8万户规模的大停电，经济部透明来宣布，补偿的部分比较办农事故、工业用户、家庭用户电费拢拍95折，超过6点钟的停电是增加补偿拍9折。民众有这样的需求，或者的确发现有重大的灾损，我们也会做类似我想这样的一个必要的代位求偿。有立委讲，政府应该增加补偿，下报到经济部头前发鸡排给民众，考试经济部八位未欠电，小数鸡排。一家3口1个月电费大概1000块，打95折减50块。我们具体诉求就直接电费打5折。从契约的角度去着手，因为这些店家他也是属于台电的用户，那跟台电本身是签有一个服务契约，属于定型化契约的一种，那他可以透过他可以去主张说，台电他并没有依约去履行他供电的义务。律师分析，虽然台电公司属国营事业，不过只有股份是公用财产，设备不是国有财产，无可能行个赔。受损的业者将依公平法来要求赔偿。记者综合报道。3月23失电了后，南部地区受到正大影响，特别是高雄产业园区。中央表示讲，昨雄失电有真侪台机组拢随动起来，也这损害部分也阁爱检查甲修理。顶头的工厂是无多运作，连带影响到接手的这厂商，也着爱对咧休困落去。亲像中钢因为这停电害因的产能受到影响，暂时调库存的产品来赶紧出货，甲这出货影响降到上低。火条冲到天边，而且继续一段时间。车衫早起9点，全台大停电。迄个时阵，中油、高雄大拿厂、林恒工业区真侪燃烧塔不出火光。虽然厂区表示并无传出工安事故，全国工业总会表示，因为停电的规模真大，互备电系统无法度及时启用。虽然停电时间只有1天，不过对钢铁造化业影响真大，损失真歹估算。要慢慢降温，一个水准以下才可以关电。钢铁的炉跟石化的炉都一样，那后段的管内的东西有的都还要再处理影响生产线，浪费到它整个产值嘛。这摆大停电，高雄中油、林恒厂影响也真大，部分厂区甲即马油源关厂停工检修当中。中油表示，产线恢复正常，恐惊要等2到3天。不预警的就被迫要紧急停炉，恢复到生产的时间就要花稍微比较长一点。中下游客户的需求，他们也有受到影响，所以整体来讲要恢复正常，估计可能要2-3天了。因为我们麦寮工业区是市级有这个气电共生，只是其他林园、大社这个地方有受到影响。中钢生产基地高雄小港厂区是一直到车衫下晡4点才开口送电，产能也受影响。是生产的节奏当然会受到一些影响，会有一些库存等等的一些调度，让所谓的出货的影响减到最低。
中钢表示，环路送电了后会出现电压无稳定情形，所以被迫停工一天。另外，石化产业为电源到下平厂商拢受停电的影响。以中钢为例，保守估算一天产能恐惊损失几亿亿。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来到台湾访问，今早起发表公开演说，伊呼吁美国政府爱随用外交的方式承认台湾是一个自由主权的国家。美国爱改变这50年来对台湾的政策，唔通搁再含糊啊！因若讲到中国要甲台湾吃掉的几率，认为台湾就爱展现自我防卫决心，互是军兵了解到这战争的代志。It is my vie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should immediately take necessary and long overdue steps to do the right and obvious thing that is to offer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merica's diplomatic recognition as a free and sovereign country. 现场响起破声，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演讲当中呼吁美国政府应该承认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国家，而且改变50年来无清楚的政策，台湾已经是独立的国家。This isn't about Taiwan's future independence, for goodness sake. It's about recognition of an unmistakable, already existing reality. It's the reality. It's the fact. It's the reality is that many of your past and present leaders have made clear there is no need for Taiwan to declare independence because it's already an independent nation. 蓬佩奥力挺台湾，演讲真侪摆称呼台湾是自由国家，佮批评中国威胁。下晡，伊面对媒体举行记者会，即马乌克兰情势紧张，大家关心中国犯台纪律。伊认为出国台湾甲西方国家决心，爱互习近平知影战争的代价真悬。Expend your money to purchase these systems. We should be prepared to help you train and use them effectively as well. So you can't answer how likely it is in a static way because it turns on the willingness of the Western world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costs for Xi Jinping engaging in that kind of activity are just too high. 不过，原本蓬佩奥记者会会举行1点钟、半点钟就提前结束，并无互媒体现场提问敏感问题。蓬佩奥是不是有选总统的拍算？伊有关无正面回应，不过伊想要来台湾真久咯。虽然有拄到抗议人，不过认为这就是民主的价值。台湾人美好友善，希望真紧过来访问。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来台湾访问，就媒体界伊讲，蓬佩奥来到台湾有商业考量，目的是要争取退抚基金、裸体基金去投资，挺台湾是假，收钱是真。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这寡拢是风声放映的。外交部也讲，蓬佩奥无任何投资规划，蓬佩奥本人也无任何回应。新党甲蓝天行动联盟伫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住的酒店外口抗议，讲卖甲台湾拖参落去战争。蓬佩奥即届来台湾访问，真侪解讲挺台湾，不过平面媒体独家报道，蓬佩奥即届是为了争取退抚基金、裸体基金投资甲伊有关的公司，所以抵抗中国挺台湾是假，来台湾侵吞退抚甲裸保基金做政治保护费，这才是目的。这是很恶毒的谣言，对来客非常不该，而且很不礼貌。这访问台人，他根本没有带相关投资的公司人士随行，而我国政府也没有为访团来规划任何投资跟交易。相关的报道擅自恶意的揣测蓬佩奥前国务卿他来访问台湾的意图，外交部我们致感遗憾。苏院长甲外交部拢反对这种的报道，批回讲无投资规划，认为这是故意的冤枉人。不过较目前，蓬佩奥拢无对这个报道做出回应。蓬佩奥初三甲工商学界人士关门座谈的时阵，互人问起到，若做台海发生战争，美国是不是会派兵的问题？蓬佩奥回应这需要详细考量。国防部长邱国正对这个代志是讲，国家爱家己防守。任何国家讲的话，我们做参考嘛，但国家是自己的嘛，我们要自己防卫。好不好？我们自己的国家永远是我们中华民国领土，要自我来防卫不要依赖任何外援。因应乌克兰战争，外界伫关心国防自主能力。根据国防部送到立法院报告指出，中科院飞弹量产厂房今年6月底完工了后，各项飞弹系统产能会大幅度提升。邱国正也强调，台湾四周围的海空域，国军为早甲暗拢伫监控掌握中，未隐瞒，请大家对国军要有信心。记者综合报道。
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个本土病例，其中一个是出现伫咧高雄，而且是找无感染源的。这个个案伫咧28年假时阵，捌去过屏东、台东、花莲这寡所在佚佗，也目前也当咧考虑相关的接触者。另外，对后礼拜开始会放令这个边境的管制措施，即摆也惊讲放令了后会出现真侪确诊者，政府会伫1个月内甲集中检疫所的房间数量增加到7000间。环保局人员来回一直消毒，逐位拢喷过。因为国内初时新增加2例本土病例，其中高雄市出现一个不明感染源的病例，是一个伫自助餐店工作30多岁的女性，伊伫初三出现症头，去诊所病院检验了后确诊，伊捌伫28年假去屏东、台东甲花莲佚佗。从接触这个感染到发病的这段期间，也涉及到一些跨县市的移动，他同时也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所以我们也正在厘清他的感染源到底是在哪里。另外一个本土病例是桃园面池幼儿园传开的，伊是按2075的查某囡仔爸爸20831，还有3个境外移入病例加入做本土病例，拢是捌带入去台北市某一个防疫旅馆的旅客。电梯的部分可能没有确实的这个有分流的情形所以可能有这个员工跟住客会混搭的一个状况。在1楼的这个门禁管制部分也需要再加强，预测的这个抽风效果不佳。国内为后礼拜一初一开始放令边境管制，医药会执行长王必胜是希望伫1个月内，加集中检疫所的总床数会当扩大到7000间，来因应若放令了后可能出现真侪确诊者。我认为所有的关键还是在于，我们的疫苗的施打。那疫苗施打越完整，相信我们的解封会很顺利。就伫防疫渐渐放令，一人1户规定也放宽，即马煞出现中央甲地方无共看法。有里长坦白讲，一人1间确实是真歹执行。因为认定上面的确有一些困难里面是不是真的只住1人？这个我们只能随时抽查的去按电铃。机组员检疫规定也伫后礼拜一开始放令。指挥中心讲，无论是机组员还是一般的民众，若是要居家检疫，民政单位拢会派人去大个所在关怀。若是无人力查核，还是无法度符合1人1户，都要带去防疫旅馆还是公司的宿舍。记者综合报道。唔知影观众朋友，你的振兴5倍券敢唔去使用呢？讲到这振兴5倍券的使用期限是到4月30号，却阁有真侪民众是还未甲伊用了。亲像桃园市即摆也要推出好市城乡券，民众若准有抽到，就当用200块的振兴券换2000块的好市城乡券。另外，中央政府各部会所推出的优待券，这使用率也无超过一半。即摆也要赶紧来推出优待活动，希望伫4月底之前会当刺激消费。桃园市长陈文灿亲身示范如何使用好市城乡券。桃园当地为百货公司到小店家，差不多拢用使用。毋过，今日用伫桃园消费，这一摆佫推出第2波加码活动，总共1万分，互民众抽奖。这一摆佫较优惠，应用200块纸本5倍券，换2000块的好市城乡券。自己要拿5倍券来换我的好事券，1亿是我的补助，所以1亿的预算会创造2亿多的这个消费。5倍券应用到4月底，因为交通部观光局的国旅券使用率只有4成，为提高使用率，最近会推出加码活动。4月底之前，如果能够到我们的旅宿业或光游乐业去消费的话，都有抽大奖的机会。不过，旅游业者有案件，国旅券成效无好，旅宿业受惠，受疫情冲击上大，旅行社完全无受惠。公司呢？几乎连1张都没收到，你就自己拿了这个东西就直接消费即可。疫情之故，大家怕参加旅行团等同在群聚，让旅行业连1杯羹都分不到。另外，也未少民众怨言，最近看到真侪加码活动，看到才袂到。亲像最近劳动部推出合作店家消费增加50%额度，5000块5倍券用买7500的商品，手头的5倍券早就开了，无啥物路用。都没享受到后面的福利啊！这政策怎么这样子？我还是绑手机的那个信用卡的，一点任何福利都没有。5倍券使用特别告急，经济部提醒民众爱记利用，加利用最近推出的加码活动，享受优惠之外，也带动内需经济。记者综合报道。
咱继续来关心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消息。伫这个月初四，罗西亚军队去拍乌克兰南部的核电厂，而且这个核电厂呢是全欧洲上界大的。虽然现场是去用拍甲密密麻麻，好佳在是无引起核能危机。而且即马也有风声讲，这罗西亚的军队已经占领着核电厂的行政大楼甲检查站嘛。就专家认为讲，千万唔通看轻这个罗西亚总统普京想要发动核能战争的可能性。目前这场战争双方已经进入到第9天，这第2轮的谈判了后无停一个共识。不过双方拢同意讲开一条路，让一般的民众离开。伫乌暗中，俄国的坦克车开火，爆炸火光，加这暗时就较真清楚。另外，这炮弹是落伫核电厂外口，是要庆祝乌烟。初时天要光，俄军搁再出击，标准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热核电厂。В результаті обстрілів військами Російської Федерації в бік Запорізької АЕС виникла пожежа. 扎波罗热核电厂是乌克兰上大核电厂，规模也是欧洲上大的。厂内有6座反应炉。乌克兰外长讲，若是大火无小心引发核电厂爆炸，恐惊会比1986年的车诺比核灾严重10倍。Це танки обладнані тепловізорами, тобто вони знають, куди стріляють. Вони до цього готували. 北京也甲乌克兰总统来通电话，监控核电厂无实的事件。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一直发出推文来关心核电厂的动静，即使周围的辐射水准并无出现变化。对俄军无差别的攻击，日抢行动已经升级为核灾恐吓。核电厂导火也引发投资人的惊吓。亚洲股市开盘一日落，日本股市、香港股市的盘幅是超过2%。Хочу сказать, что 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идет в строгом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графиком, по плану. Все поставленные задачи успешно решаются. 俄罗斯总统普京伫国内召开国安会议，俄罗俄国的军队讲因是对抗新纳粹的真正英勇，同时讲来提悬伤亡士兵的抚恤金。乌克兰甲俄罗斯相战进入第9天，双方代表展开第2轮的谈判，最后焦点是伫停火、停战甲人道主义走廊。虽然双方无到出伫停火共识，不过同意开辟人道走廊，撤离无辜的民众。走廊附近未进行攻击。另外，双方的代表也同意上近下礼拜要举行第3轮的谈判。伫俄罗斯的入侵行动中，白俄罗斯坚定支持俄国。乌克兰军方讲已经接到情报指出，白俄罗斯军队已经跨越乌克兰边境。伫这时阵也发现俄军利用白俄罗斯的领土向乌克兰来发射飞弹。公视新闻王票文编译。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为着要阻挡罗西亚的战车入去，因也开始安排大型的障碍扎伫半中途。基辅的市长强调，赶紧停止这场战争，因绝对袂投降。工人无用咧，甲铁啊、甲拍电锯起来，来做一款互人讲做是刺激低的反战车路障。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一间建筑公司的这个工人，因拢甲手头工课放落来，希望会当来保卫国家，来尽一份心力。Однозначно, мы сломаем хребе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мии, уже сломали, надломали, но доломаем. 就算讲俄军也未入来到基辅市的中心，不过因想讲要用包围战术，一直对这个基辅的主体区甲重要设施来发动空袭，还佫互民众烦恼甲要害去。基辅市长对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来发话讲，希望伊就爱来停止这款空坎的战争。Нужно прекращать эту войну, но это зависит только лишь от од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Сдаваться мы не собираемся. Нам отступать некуда. Мы находимся у себя дома, и мы будем защищать свои дома, свои семьи, свою страну и наше будущее. 因为英国的专家是讲，已经有收集到俄军来到乌克兰的期间，因使用急速炸弹的这个实在证据。Their use suggests the Russians are trying to break morale, inflict terror on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and the defenders, in order to try and force a negotiation or just retreat in concession. 国际人道法律禁止使用这款急速弹，因为这款杀伤力真强的杀人武器会造成百姓死伤介严重，嘛会来构成战争罪。公司新闻第1人编译。讲到即马两军交战，也互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总统变作是全世界焦点。罗西亚总统普京真正是伫咧情报机构做头路的，可能是对
重建一个新的苏联体制有正大野心。因来讲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伊本地是一个演员，伊伫战争当中强调会甲民众徛公平，互伊的支持度一下就冲破高声。Work and sleep. That's it. 俄罗斯开战以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拒绝特地提及留在基辅号召人民抗战安定民心，加上甲核心官员皆拢无离开，正做捍卫民主的战争英雄。所以伊清查真简单，喙手也无露。伫基辅一个戒备森严的大楼内底接受路透社记者专访，情绪有点仔激动，因为只有工作甲困的日子是真紧张。Can you see your family? Can you see your kids? No.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saw them? Before this war, 3 days ago. In the middle of this war. 44岁演员出身的泽连斯基，以靠西戏剧《人民公仆》内底学校老师以外当选总统的角色出名。在现实生活内底，2019年导致总统大选，政治数人形象得到投下政坛腐败外放的选民的支持，以70%压倒性票数胜出。不过，迄时阵无大侪人真正看好伊的领导能力。2014年俄罗斯食掉克里米亚了后，乌克兰政府军甲东部亲俄分离主义分子继续交战，1万人死亡。泽连斯基上任了后，找俄国和谈，交换战犯，佮签署明斯克协定，不过成效有限，民意支持率一直落。伊转向西方，要加入北约欧盟，互普京将生气引来大军。伊阁被切甲西方国家联络施压，呼吁加强制裁，得到海内外尊重，民意支持率徛到90%高点。美国《时代》杂志上新一期封面也用乌克兰国旗的黄蓝两色写泽连斯基甲乌克兰英雄向乌国致敬。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国际拢知影的浣熊角色，前苏联时代 KGB 情报机关出身。1999年做总统，年底出代伊尔钦，正做代理总统，就此连选连任，受限延任20多年来政权也伫手内，强势主导第一摆车臣战争、乌东顿巴斯战争、克里米亚之争，受西方国家批评。用8年打造相对独立的堡垒经济，对抗国际制裁，一步一步推动伊口头无成真的重建苏联大梦。大部分的人无愿意看到战争，不过伫官方媒体高压控制之下，大部分的人，特别是经过冷战的老大人，依然会继续支持普京。He would say that his approval ratings are still above 50. He would say that his approval ratings ever has been very high, and he would say, "Well, I was elected in 2018, and then." Will be re-elected in 2024. 公司新闻是会长评价。罗西亚去拍乌克兰了后，伫咧小隔壁的芬兰，内面着53%的民众希望放弃中立国家的态度，想要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款是中立国家的瑞典，也有可能来改变因的立场啊。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俄罗斯大使馆门外，3月7日即天组织真济示威者，因点钟有特殊的表达因心目中对战争的讨厌，也甲乌克兰徛斗阵的立场。芬兰过去捌互帝俄统治，1939年甲1944年，捌甲苏联战过2届，损失真宽的土地。美国甲苏联对立的冷战期间，芬兰甲苏联以及成国家保持友好往来，无介入大国的冲突，保持积极的和平甲中立的政策。实际上，3礼拜前，这种的做法，各人认为是解决俄罗斯甲乌克兰军事冲突的选项之一。不过，伫普廷攻入去乌克兰了后，芬兰国营电视台这礼拜所公布的民意调查，讲53%的芬兰人支持加入北约，反对敢28%。回答唔知影的人有19%。2017年同款的内容的民意调查，赞成加入北约的敢19%，反对的达到53%。Of course, Finns are thinking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inking that if any disturbances could happen on Finnish border in the future, what it would mean to us. And I think one issue that people are particularly concerned is the rhetoric about the nuclear weapons. That when Russia says that nuclear weapons are also part of its arsenal, of course that's creating concerns in the neighboring country. 同款的想法也伫北欧另外一个中立国瑞典产生。对这件代志，俄罗斯中府顶礼拜的警告，表示芬兰加入北约会有严重的军事加政治后果。芬兰甲瑞典政坛的领袖无插这个警告，佮声明过去2个月所讲过的话，做一个主权国家有加入北约的选择权。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香港看线，咱来看到南韩。南韩到今因一天超过26万人确诊，又搁再是打破纪录的数字啊！本地因初9要举行总统大选，却是提早伫咧初4、初5举行，而且头一天的投票率就比英国搁较悬。今日投票所，南韩总统选举的上大在野党国民力量的候选人尹锡悦，甲选票投入去箱仔内底。南韩第20届总统选举3月初9举行，也毋过伫咧初4、初52天先举行无在职的投票。除了尹锡悦，即卖南韩总统文在寅甲夫人，甲执政党的候选人李在明，拢去投票所投票。 선거가 민주주의의 가장 중요한 행사이기 때문에 확실하게 표를 행사하기 위해서 사전 투표에 참여했습니다. 그리고 제가 원하는 후보는 앞으로 기후 변화와 세계 평화에 이바지할 수 있는 그런 공약과 행동을 하는 후보입니다. 南韩日前继续拖，测试公布一天确诊病例增加266853个人创下新高，比前一天增加超过68000例。虽然确诊创下新高，所关全部影响选民的投票，选务人员嘛穿着防护装备，包括防护衫加护目镜。确诊甲隔离的选民伫投票进前爱喷消毒剂甲挂手笼。这个南韩伫全国设立3552个投票所，根据中央选举管委会统计，到测试下晡1点为止，4400多万的选民内底有386万5000多人投票，投票率达到8.15%，创下2014年实施无在职的投票以来的同一个时间的上高投票率。 나올 때는 살짝 긴장하고 나왔는데 사전 투표에 많은 사람들이 나와 있어서 참 다행이라 생각하고요. 사실은 나라를 길게 보고 정치를 할 수 있는 사람이 대통령이 되었으면 하는 생각이 제 바람입니다. 当局宣布，初5下体确诊病人伫咧社区治疗中心加开10个特别的投票所，而自我隔离的民众买当伫2天的下晡5点到6点加开的临时窗口来投票。若是初9只是投票迄一天，嘛会伫暗时6点投票结束了后，搁延长1点钟半，互确诊的人来投票。公视新闻台是董平玉。 若讲到咱台湾的空气品质变歹，真侪民众伊的目睭片啊，拢真敏感，会开始上哦。今仔日有16个县市，即个空气品质是变甲真歹，全台湾共有52个空气品质监测站，拢出现柑仔色或者是红色灯号。环保署也预测讲，这初6了后，会有一阵东北季风会流南，到时阵才发度改善空气品质。 为内湖碧山岩看台北盆地，因看到顶悬有一盏雾霾。头前一空气大楼也看无什么清楚，松山机场一片雾茫茫。今年境外污染上明显的10号空污来袭，互全台16县市的空气品质受影响。52个测站也拢出现柑仔色提醒甲红色警示。测试在起的台南市区也是一片雾茫茫。 其实我是觉得那种空气品质蛮明显的，就是你在骑车啊，能见度也不是很高。中华也出现红海，环保局启动应变措施，出动空中验压机来巡查，加强处理违规，针对业者超量操作，蹲不了无看好红电网啊，这违规的代志会处罚。环保局也针对这段时间加强稽查力度，也同时查获4起违规事项，合计开罚70万。 这摆空污除了本地扩散条件无好，境外污染也未少贡献。环保署表示，3月7日暗时东北季风入南，可能的落雨对改善空气品质有帮助。中部以北的气候在空品在3月6号晚上之后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好转，但是中南部因为它还是在下风处，而且降雨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明显，所以它的空品虽然会好转，但是会晚一点。 未少县市已经启动相关应变，亲像台南市要求大型固定污染源减排，应建工地加强扫街顶；南部6县市也斗阵加强污染源查缉。因为空污虽然转做柑仔色提醒，不过民间族群爱减少户外剧烈活动。记者综合报道。 台积电特别去到高雄设厂，地点选伫旧中油的高雄厂，目前当咧整地。高雄市政府再去举办南仔坑产业园区设置计划环境影响说明会专案小组头一届初审会。专案小组针对着健康风险评估、空污低洼减能减碳措施、甲废水处理等议题进行审查。经过3点多钟的讨论，决议爱伫咧4月初1进前。 补充修正，才会当进行第2届审查。
准备迎接台积电到高雄设厂，市政府初时进行南马坑产业园区的设置计划，头一届宽屏初审，也就是旧中油的高雄厂土地29.83公顷。丁理长甲居民到现场有白布条爱厂商会当好好处理目前土壤整治，也甲设厂了后相关的污染、废弃物的问题。在整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公开透明，让我们邻近的住户能够更安心。水污染、水处理、废弃物的处理，这方面都要先考虑到，还有居住的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开发单位高雄市经发局表示，未来会要求厂商在时间甲营运期间，做好环境防护甲监测。包括设置空污防治设备、地方地调节流量等，也提出民调数据，表示当地7成民众拢对园区计划表达支持。左营、南子跟仁武地区，大概电话访问大概有效的样本数大概是1200份左右。那目前呢，有表示支持跟或者有条件支持的，大概高达77.5%。虽然大部分的民众期待台积电这些厂商到南马坑，不过这几天因为大停电，也引起国人对用电问题的关心。公民团体呼吁台积电会当家己做绿电，未来伫园内达成碳中和的目标。不仅是可以促成绿电的更多的发展，它要自带绿电来。就是说，不是只是用政府跟社会发出来的绿电，而是台积电自己去找到更多绿电。专案小组针对健康风险评估、空污低洼、减量减碳加废水处理这议题进行宽屏审查。经过3点多钟的讨论了后，台积电高雄厂头一遍初审无过。专案小组要求经发局保证包括时间甲营运期间、空气污染数据、废弃物减量承诺目标等资料，也要求未来选定的进驻厂商爱出席宽屏审查，伫4月7号前送到位，再搁进行第2届审查。记者综合报道。电影听人伫咧讲，一客无鱼，百客钓，唔能爱安尼生以外呢，爱家己栽一丛，较赢看别人。伫咧去年3月初1的时阵，中国禁止咱台湾的往来，农委会赶紧协助农民做外销。另外，咱国内也推动国内市场嘅加工，希望讲安尼做会当稳定国内价销。就算中国到今也未解除禁令，农委会有关拍拼袂咧做外销，也鼓励农民减少生产。另外，这个往来食客也同款是袂到销对中国去，目前也希望讲会当销到日本。往来七几地潘公公准备上市，农民讲今年品质袂歹，甜度悬，肉质油，大细适合外销。中国禁止台湾往来进口满1周年，期间台湾14摆提出希望，甲对华籍来讲，拢是无必插。今年继续推动扩大外销到日本等其他国家。我们的优势是我们的鲜子凤梨的品种，那个口感、甜度，然后都很不一样。台南关庙往来主打国内市场，不过过去有不少在地农民租大塘的土地扩大生产外销中国，不过中国市场讲停就停，即马只好配合政策减少生产面积。现在有慢慢减少，今年数量还是不会差很大，可是明年就差很大。明年以后数量可能会差了1/3。过去往来外销差不多45000多吨，9成外销中国。虽然去年成功转移外销市场，日本市场各有1.8万吨，是过去20年的总和。不过加起来只有3万吨，有关有1万吨的缺口，希望减少生产面积，达到产销更加平衡。产量跟面积是有一个绝对的正比关系，所以我们现在面积大概7500公顷嘛，那我们希望它大概减到700公顷左右，大概700公顷左右。明年度的部分，我们预计是这样的规划。同款也被宣布暂停外销往来食客，即马也爱走找生路。台东县府辅导推动冷冻产品进军日本，不过也是希望引进回中国市场。够持续的维持通路。那至于在中国大陆的部分，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希望能够开启这个对谈，让我们的农民能够更安心的栽种。虽然台湾希望甲中国沟通，不过对方一直无回应。农委会表示，3月24日会搁伫个 WTO 食品安全检验甲动植物防疫检疫措施 SPS 委员会搁提出特定贸易观测，望甲对华恢复对话。那对华也是无必插，会思考是毋是继续行解决政治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苗栗市内的私立育民公家学校超过50年，不过即马学校内面的人数无超过200人，甚至有一寡科系根本就招无学生啊。学校也得到这教育部同意，伫111学年度停止招生，校园以后也会转型做养成村。
汽车修理科的学生正伫进行实际操作。苗栗的私立药民工业家属职业学校汽车修理科专项时期，全校有大约200个学生，也佮最近的汽车厂商来进行选读的合作。因为即阵汽车修理科的学生敢若剩40外个，因为学生人数是继续下降。即阵全校3个年级剩185人，学校决议111学年度停止招生，也已经报请教育部协定了。经过向教育部提出申请，规划从111学年度起停招，教育部也已经核准学校停招。高屏工家在1969年创校，学生人数不有上千人。棒球队去年也拍入全国高中的前16强，也过受到即阵囡仔生少，也有苗栗县人口外移的影响，招生是愈来愈困难。董事会决定等在校生拢毕业了后，校园的专税经营永盛村。招生压力非常大了，然后苗栗区的生源也减少，那外流情形也非常严重，所以我们也有用很多的方式来开拓生源，当然是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校长表示，虽然提出减免学习费这诱因，不过也是无度来对抗大环境的冲击。虽然学校停止招生，不过强调在校生受教权未受到影响。另外29名教职员的权益也未受损。基本上就是学业赶快弄一弄，赶快毕业就好了。对啊，其实都不用担心这些的。另外，药民工家较早也是苗栗县的高中技职教育中心。苗栗县教育处表示，技职教育中心已经转移到其他学校。请各国中先誉为那个因应哦，去寻求其他跟有推动相关技艺课程合作班的学校，一起规划下学年度的合作。官府表示，即阵县内包含药民在内，总共4间私立的职业学校有招生的问题，已经辅导加入免试的升学计划，确保学生的充足。不过，私立学校的招生困境确实是愈来愈严重。记者综合报道。人讲行行袂着顶，若阵观众朋友你碰到即款的情形，你会安怎来应对呢？讲到3月初3全台湾拢伫咧失电，连全国音乐比赛同款受到影响。来自新竹县的成功国中弦乐队，因拄上台演奏时阵就撞到停电，不过众人无因为失电就开始惊吓，颠倒是伫咧暗民邦的台下顶加乐器演奏好煞，落尾同款摕到特优的好成绩。演奏才拄开始，也无3秒钟，现场电火连绵火起，学生在黑暗中完成3分钟的乐曲。新竹县成功国中的弦乐队参加全国比赛，一开始就撞到全国大停电，好佳在大家真斗大，顺利完成比赛，更加得到现场观众热情的呼声。没有多想啊，因为平常就是一直拉下去啊，然后也不会想说要停下来。因为大家都已经有准备好了，大家应该都是吓到吧，就是非常震惊。就算停电，我们的表现还是跟平常差不多。要在黑暗面的环境完成比赛，真无简单，尤其是看袂到指挥的手势，更加为难。加在学生透过平常时的训练，把谱拢记在头壳内底啊。那平常呢，我对他们训练就是说，除了看谱之外，那你练习一段时间，你应该把谱记在脑子里面。除了看我的指挥之外，你也要打开耳朵，好，很仔细的去听到彼此的声音。学生的表现，现场人看了真感动。其实这间成功国中过去就捌摕过全国音乐比赛冠军，这摆的表现更加让人印象深刻。记者对君和新竹报道。根据国民健康署的统计，讲咱台湾逐年新增加着感的人数差不多是12万人。除了医学治疗以外，心理支持也是真重要的。国健署今仔日就开始举办展览，邀请10位着感的富人人为因举办摄影展，记录因安怎看待家己的病情。因为两焦感的治疗，何小姐的腹肚顶留下一零40公分的疤痕。何小姐在2017年产检的时，发现家己是两焦感第1期，不过伊还是决定把囡仔生落来了后才接受治疗。即摆感情进展到第3期，但是何小姐讲是一点仔拢无后悔，对身躯顶的疤痕嘛拢真正面看待。因为有伤疤，所以我活下来。对，因为如果没有这道伤疤，我可能就是没有治疗方法。国民健康署甲感情希望基金会合作，伫妇女节进前举办展览，邀请10位女性感情朋友，以摄影记录因安怎看待家己的病痛，甲身上的伤裂。有帮助，绝对有帮助。就是你正面的去面对这件事情，然后去配合医生，
这绝对是最好的方法。何小姐认为，病友若是会使正面看待家己的症头，对治疗绝对有帮助。郭建树嘛表示，目前有眼睛心理支持的相关资源，在我们的86家的这个癌症资源中心里面，布建了相当多的心理支持，也很多的心理师会到站来做一些咨询。我们的癌友进来，然后经过评估，知道他在哪里需要被支持。心理支持是在第一波中一定的重点。郭建树表示，自2010年开始补助病院建立癌症资源中心，目前已经有86间病院设置，提供病友甲家属一站式的服务，对医疗辅助技师、照护知识、心理支持等方面都有提供帮助，方便病友甲家属得到相关资源。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在2年前，台南市政府征收港墘农场做绿能产业园区，也这个规划案今年1月已经送到工业局啊。不过环保团体是真不满，讲这市政府讲这片做林地无生态价值，就要把60公顷的树啊全部刷走。工业局和农委会拢表示会先检讨，也会找看卖其他的工业区敢会当使用无。因那大同时表示讲，那准环评通过，会用合作开发的方式，而且因无要卖土地。规大片青眼金看到心凉被吐开，这拢是人工种20年的树苗。台南认得港墘农场，唔但有3万丛树啊，全台湾简单2座有机畜牧场，其中1座叫甘心牧场，也伫咧内底。当地人士认为净化空气甲复育二丁溪的功能真大，即阵要开发做绿能产业园区，引起不满。阮9公顷啊，挂一块有机的畜牧场哦。全部拢起互伊的工业区被岛包围，严重影响阮的有机的经营。自然的平衡河出来了后，这个开田开拓地皮，必用这工程来营造新的生态平衡，这根本就不对嘛。绿能产业园区规划伫咧港墘农场，以认得的中州甲上轮为主，土地面积超过87公顷。环团甲当地人士不满台南市政府以做林地无生态价值做理由征收土地，要甲60公顷的树啊拢刷走，因为征收的范围超过98%拢是大塘土地。因表示准若环评通过，会用合作开发的模式，只租唔卖。如果说这些案子经过审慎评估可行开发，那我们台港土地领回了产业园区我们都是用只租不售。是不是当地有没有闲置的产业用地没有使用的？水电供应是不是无虞？对环境的冲击等等这些都是纳入在审查的一个很重要的要件啊。要做碳排的分析啦。不是房子盖了，厂房盖就好。农业局表示会先检讨敢有偏远，唔过会当使用的工业区，准若需要征收农地，也会避免流失。也那工业局表示，这案伫咧今年1月收到，即马当伫咧审查，会以降低生态冲击为优先，谨慎评估。记者阿明晶、林玉凯台北报道。伫咧庙口头前摆布地戏，也着爱对着时代变迁做改变。即马传统艺术也爱对着新时代伫咧变巧甲创新。带观众朋友来看戏班的第2代，伊是用这电影的声音、灯光效果加上动画，做出光雕布地戏，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布袋戏是早期台湾民间普遍的休闲娱乐，不过随着时代进步，传统文化面临舞台消失的危机。为了活化产业，台中丰原的新盛景将中剧团运用现代的光影技术，团结各队戏班的力量，把布袋戏过去的好光景找回来。你很难想象的，这个代志应该是可能是霹雳，可能是金光这么大的组织来做的，结果是台中丰原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小团，因为光雕一战成名。虽然自细汉看老爸人翁仔，不过朱尚普并无想过要接班。大学毕业以后，就食电脑动画工课。4年前，伊开始制作光雕布袋戏，运用导演声光特效，创新表演形态。2021年，进一步串联展览甲工作坊，打造定目剧的商业演出模式。最好是可以赚到外汇，就是观光客人流进来赚到外汇，台湾才会真正的应该说我们的文化产业真正的行销到国外去。
根据团结中心106年传统表演艺术社会参与解放调查报告显示，像报道戏这类以描绘为主的艺文展演，民众本身付费意愿较低，要如何创造更较侪商业产值，和传统表演艺术行出新风貌？朱上坡要地实验，找出艺术经济上大效益。记者吴定武、黄文良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宜兰到新竹是对18度到26度，苗栗到云林对17度到29度，嘉义到屏东对18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3度到23度。结果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